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甲其他县市选伫12月31号当天办跨年演唱甲放映会无同，市长黄伟哲伫就职届满9年即刻正式公布2020年全新的跨年，表示要突破过去单年暗会形式，伫是整个12月拢有系列活动来满足无同年龄层的市民。会长嘛伫圣诞气氛的记者会中亲自公布第2波大轮级的表演名单，欢迎大家拢来台南过年。看看市长从这个礼物袋里面拿出哪一位，他是谁？毕书尽，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哇，这不得了哦，也是人气相当高的一位歌手哈，颜值、实力、歌唱哈都是齐聚一身的哈。这个泰国的这个天才女歌手、女歌星、小歌星 Gail。Gail， 哇，非常可爱的 Gail， 这一次要来台南表演哎。礼拜5就即将来了 ，Martin Perkins。对，我们的第一波，我们的耶诞跨年系列活动的第一波哈，要为我们揭开活动的序幕的。我们台南的耶诞跨年活动今天开箱，可以告诉各位，我们有应有尽有，许许多多的包括实力派唱将，包括这个外国的美声天王以及外国的团体，不管是男团女团，其实我们在有限的资源底下做了无限的想象空间。那么跟其他各度比起来，我们的跨年活动相对的少，但是我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能够让观众们得到最好、最高的优质的娱乐享受。所以我们从12月初耶诞点灯开始，一直到这个月中，一直到耶诞节的时候，一直到跨年，我们都有许许多多的活动，很期待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台南共享一起来参与我们台南好样的跨年耶诞活动。据了解，台北一个跨年就有6000万预算，台南伫有限资源，共款维持800万来办理。不过，市府强调，12月1号有点光府城音乐晚会，12月14则是圣诞市集亲子音乐剧场。12月2甲2、8，则是少年人上界介意的国内外艺人精彩表演，买多元内容，让市民有无同的享受。台南好样耶！台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研考会推出1999市民服务热线全新改版，点出5大亮点，包含网络电话、文字客服、手机视讯。主动通知时间轴查询，扩大案件通报等服务，全方面优化1999的功能。但市民以后若是拄到生活上的大细项代志，拢会当透过1999市民服务平台向市府反映，并追踪后续处理状况。1999的优化，从我们过去话务变成网络版、App 版。好，那今年呢更进一步的，我们在这个电话服务的部分呢，能够让它有更多元的管道，那来搭配。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其他的县市，它可能做了这个3分钟免费的话务服务，那就会有一部分的经费，大概将近快700万，平均的经费会落在市政府的这个肩膀上。那我们希望把这个700多万的钱省下来，所以我们在这1年多来呢，都去思考怎么样利用网络的免费服务。网络的这些免费电话来做使用，所以我们这次大概有几个部分的特点。除了这些网络的1999的优化里面，我们有这个所谓的文字语音的服务，另外有一个视讯的服务，就是来服务我们一些这个手语的一些朋友，他可以利用透过这样子的视讯服务，也可以达到被服务的这样子的功能。另外就是我们会把所谓过去9大派公的部分来扩大，让它很多的陈情案件都可以进来。好，那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智慧治理的一个服务，包括把我们的这些陈情案件分析成一些民怨的地图啦，或者民怨的需求，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像市长所指示的服务更深化，然后效率更提高，让这2个部分呢都可以让人民有所感受。那这个是这一次在电话服务里面，我们做了比较多元管道的一些优化。那11月28号我们就正式上线。
全新改版的1999市民服务热线，将伫咧11月28号正式上路。台南市长黄伟哲伫记者会上嘛特别进行网络电话收卡仪式，同时嘛勉励话务人员爱展现清澈态度甲热情，持续为市民带来全方位的服务。有这么高的话务量，维持高品质、高通数的这样子的一个话务，我们非得要优化不可，而且要适应许许多多的不同诉求的市民，包括这个需要手语服务，包括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用不同的载具能够来拨1999，而不只是用电话，甚至包括说前几分钟不要钱免费让市民能抒发己见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坦白讲，给我们的研考会也给市府相当大的负担，因此我们就借着这个优化，也感谢中华电信以及工研院的衍生公司 Joker 的这个帮忙，能够让我们在有限的经费里面做最大品质的提升。研考会表示，市民反映声声，系统会将立案甲结案的时间点，以网络邮件或者是简讯的方式主动通报，互民众掌握通报案件的处理状况，而且是所有类型的案件或者是定情都会当通报。欢迎民众爱多加利用台南1999市民服务 App。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根据统计，全国榜无薪假期11月有2668人已经创下今年上悬的纪录。议员林彦章质疑，就是以利以小对着企业经营的冲击，除了要求市长参与行政院会时要提出检讨甲警示。嘛进一步表示，伫2668人当中，台南市有522位，占19.57%。希望市长黄伟哲徛伫照顾这群人的生计困难有一个补偿，避免造成家庭悲剧。他们燕瑶家，他现在呢保有这家公司的身份，他到下一家就叫劳务，可是他到下一家劳务，他能做什么？都做临时工。派遣人力了，就领基本工资了。所以市长，我觉得这样子是伤害到，你想我们就总共522人。所以我们占了19%多，我希望这个问题必须，你是大台南市市长，在我们这里，既然台南市占了这么高，当然我们去调其他县市，但是这样的比例出来，我希望说，在这个部分不要让他们这样的卖命，他们有的跑去送货，去富偏达这一种，那你想，发生车祸，他整个家庭都没有了，这不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家庭的悲剧吗？那哪有这样？来，再回到上一张。议员，我们应该522人，应该不是最高的县市，但是的确不管多高，我们还是很。但是我们的人口没人家那么多。我们越去关注他的生活，如果需要政府协助的话，我们应该及时伸出援手，帮救急不救穷，就是让他度过这段困难的时刻。会后，劳工局嘛发表书面声明，提醒头家应该依照劳基法定相关的规范，甲员工签订书面的协议，以避免无必要的劳资纠纷。对着通报无薪假期的事业单位，劳工局嘛将持续关心实施的情形，来保障劳工的权益。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这线议员林碧燕伫自发言向市长表明，这一片完全无花花草草，只有土刷的所在，竟然是已经保员工的公园。结果市长嘛家己讲参像黄土高原。议员进一步表示，边仔就是南山公墓无围篱的设施，更离谱的是边仔靠近德溪，竟然无动土墙，相当危险。对此，监务局长坚持，这应该是也未完工，并未开放。对此，市长嘛强调，有需要补经费甲安全顾虑的所在，一定会做较好。这个旁边就是什么溪？就是竹溪、日清溪。旁边你看，它完全没有挡土墙，也没有做围篱。它如果完工以后，未来如果有小朋友们玩的话，有民众们休闲的时候掉下来怎么办？第二点，如果今天下了大雨，下个大雨以后，整个泥土就是往下土石流，那不是整个塌了吗？不是怎么塌了吗？这个连挡土墙都没有，所以你当初公务局在新建这公园的时候，
这样新建公园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你跟那个水利局就是配合？如果是因为这个样子，现况这样子，他要给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公园，他必须要做一个是周边的配备的情况之下，补强的情况下，要等待明年的预算。你觉得这样危机重重的一个公园，你是不是要紧急的？那就不能报完工。已经报完工了，因为它的设计就这样子而已啊，它的预算就这样子而已。它只设计到。不会开放嘛？局长你可能还不知道，昨天我们到现场，你都已经了解。那我这样好了，林议员，这个这样子，第一个我们考量说让不让他报完工，好。第二个，我们考量到说，如果是因为我们经费不足，我们来补经费，务必把它做成像一个公园，至少不能危机重重，不能这个。一片沙土。也监局嘛发表声明，为了避免营业，后续将另案办理草皮铺设。在草皮铺设进前，将持续喷水，至有关靠近河道边啊无围篱的部分，嘛将另案设立围篱来保障安全。等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每当财过，就是地价税开征的月份，税务局提醒民众，若是收到税单，爱如期缴纳。即卖缴纳管道除了有金融机构以及网络超商甲行动支付，财税局另外阁甲来进步合作，推出行动身份识别查缴税选项。民众只要有安装 T-File App， 完成身份注册了后，用手机扫描 QR code， 就会当完成查税甲缴税。以往我们缴纳的管道提供非常多元包括民众习惯的到金融机关去缴纳啦，到便利商店去缴纳啦，或者是你可以运用那个电话语音去用你的账户缴税，或者是用信用卡缴税。那在我们5个分局跟我们11个多点的服务柜台，我们也可以民众持你的信用卡到那边去缴税，也是非常方便。这是我们以往都是提供的管道那在之前民众现在大家都是人手一机嘛，所以大家都喜欢用手机方便来缴税那之前我们民众也都会使用Google Pay 啦。或者 Apple Pay 啦、三松 Pay 或者台湾 Pay 来缴，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今年度也是欢迎民众可以来利用。但是在今年我们有新增2个很特殊的，就是完全大家可以赋予手机这个功能来缴税用身份识别的方式绑定你那只手机，
那个系统就是 T-FIDO 的 App 哈，就是这个软体。那大家可以用手机先去下载这个软体。那以往我们要进去我们地方税网络的系统，都必须要用自然人凭证。那现在我们就是用那个身份识别的方式，我们进入台湾行动身份识别网里面去把手机绑定了。那绑定了以后，你以后用这个手机，可以直接手机就扫描我们税单上面的 QR code， 那就可以直接来缴税。好，那这个也是很方便。另外，为了鼓励民众爱多多利用依法以及行动支付缴税，财税局嘛推出好康抽奖的活动。今年我们用行动支付有办理抽奖活动哈，那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用行动支付或者是用行动身份识别，我们有一个专属奖。那专属奖就是有一些抽奖到有一些奖品哈，包括吸尘器啦、无线耳机、气炸锅那个除尘螨机或者是烤箱哈。那另外的就是你不是用行动身份识别的人，即使你是有采依法缴纳，就是有行动支付去缴纳的人，你第二重就是第一重没有上的人，第二重还可以继续抽奖哦。好，那抽奖我们有全家200元的礼物卡，好，可以抽奖哈。那这个部分也在这里哈，宣导民众你可以多多利用，你又有参加抽奖的机会。108年地价税缴纳期限是11月30号，但因为拄到假日，所以顺延到12月2号。财税局表示，若是无收到税单，或者是税单放无，会当就近向财税局各分局补单，避免超过缴费期限，被加征滞纳金。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相信经过大下路民众拢有看过这栋现代古图书馆客馆，现在这栋建筑嘛将转型成为现代未来馆，主要作为学生跨领域学习甲创新创业的场所，成为现代育成基地甲地质学院的据点。不然举办盛大的启用典礼，校长苏慧珍嘛亲自出席见证。对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不断的有能力发想未来。而产业其实是每一天比学术单位更实质的在接触未来，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今天，在很多新的学习面向的开发当中，让我的老师同学有机会更实质的解决问题，而让产业也有机会以不同的资源来欣赏我们的人才，来支持我们在人才培育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资源，因为只有大学跟产业充分结合，我们才能共同有效率的一起面对未来。除了育成基地以外，现代嘛甲永丰金控合作，伫基地1楼设立了第一间未来校园银行，甲其他分行无共的是运用大量的数位金融科技。永丰金控总经理朱世廷嘛强调，即摆将这个未来银行设伫现代，是希望共同来推动未来金融的模样。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见证历史，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带动改变。我想这个成功大学未来馆跟永丰成大分行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所在的场域，大家也知道，事实上是在1959年落成的旧图书馆。这里有非常多成大的，是各位念书、考试、取得学位的这个场域。在2019年的今天，我们永丰成大的数位分行，以未来银行期待的样貌，在这个地方落地。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是全台湾第一座在校园内无现金收付、全功能的银行分行。大家可不可以掌声？我想成功大学未来馆跟永丰成大数位分行将在这里陪着我们成大走入下一个阶段。我们一起来建构、分享以及创新的一个平台，我们一起为台湾的未来共同来努力。现代未来馆甲现景当中的万宏馆，日后将有人道的连接，展现承先启后意涵，嘛串联目前有的校园动线甲开放的空间。今日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
根据了解，防护队中每一档有4万例手术，也无包括保守治疗，可见队中已经是真侪人的困扰。不过因为过去传统手术以后，佫夹起来比例高达4%，那采用人工网膜的手术，虽然减少佫夹起来比例，不过空喙也是大，所以现在医界拢会采用腹腔镜的手术。除了大大减少佫夹起来几率，而且2天内就当落眠床，较袂遐痛。目前针对这个双侧型的疝气或者是复发型的疝气，在以往传统的手术会比较困难处理。那目前本院引进的这个新的腹腔镜的治疗的方式的话，针对这种比较困难的双侧型的复发型的疝气，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那对病人来讲，术后的疼痛也比较少，那疤痕也比较小。那这个的优点是蛮明确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其实都可以到外科的门诊来做咨询。医生进一步表示，3天半以来，台南病已经成功完成47例，不过嘛提醒巴肚曾经做过手术、做过电疗，或者是曾经破腹生产的女性，一旦有队中都无适合腹腔镜的手术，需要进一步评估处理。第一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电清滤治疗的测试主要运用伫手术前的肝功能评估，用来测试肝脏的解毒甲代谢的功能。将药物注入去人体进前，甲体内15分钟后，抽回采样，看色素的残余量。一般正常伫10%以内。如果肝功能无好，百分比就会上升，提供医师判断测度的范围。不过，如果采样的过程无标准，容易造成简体溶血，影响判断。对此，奇美医学中心护理团队经过1冬外的追踪甲探讨，特别建立了一套标准的电清滤治疗的测试采绘标准。我们这个团队总共辛苦了大概1年半的时间。那我们在前面这1年的时间，我们把之前为了收集这样的数据跟去了解大概溶血发生的比例有多少，我们把去年1整年医院开过110位切肝的病人，我们去分析出来，发现这个溶血比例蛮高的。那经过这样流程改善之后，从今年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有将近30位切肝的病人都没有发生过溶血的病人。这样子的抽血的检查对我们的帮助在就是第一个部分可以减少护理人员重复抽血，那也方面减少我们一个溶血的发生的比率。那最主要是可以帮助医生能够更精确的判断那个肝切除的范围。那最重要的是，因为这样子药物它是属于自费药物，健保不给付，可以减少病人自费的一个负担。这个是这个流程改善之后，我们抽到最大的一个效益。有了这套流程，包括各种的检体、爱药几个，都有一定的标准。运用以来，半冬内确实对住院的30个患者，拢无发生简体溶血。未来将扩大运用伫无住院甲门诊的患者当中，造福病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53岁陈女士平常时作息正常，而且无食薰嘛无食酒，另外也无高血压，也则是糖尿病的病史。日前伫家中爆发心脏病，差一点就发生不幸的事件。心大病医内科部医生汪梦玉表示。陈女士因为无控制好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情，真容易触发心脏病发生。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是一个慢性的这个多发性的关节炎，好发的年龄群呢是在大概50到60岁左右的女性比较常发生。那一刚开始，有时候它的表现很明显，就是关节会红肿、热痛等。类风湿性关节炎现在已经有很多治疗的武器，在我们好好的配合医师做治疗的时候，不仅可以使得生活品质变好，那关节炎好好控制。那最重要呢，它也有很多的并发症可以避免发生。好比说呢，这个国人最担心的，而且很多名人最近都是死于急性心肌梗塞。那长期慢性的发炎有可能会促使这个心肌梗塞提早发生。所以呢，好好控制，不是只有控制本来的病情，也有可能避免心肌梗塞的发生。医生表示，综合陈女士的病例以及研究结果，就知影关节炎长期无控制，会促使冠状动脉心脏病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发生。所以拜托患者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指示，按时服药，才会达到上好的治疗效果，嘛会当避免早发性的心脏病。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